七夕就要玩跳跳糖啊嘛。大家好，我是威廉。今儿我們來江西一家特別適合約會的小眾餐吧 ，Let's go！呢間已經喺江南西屹立咗5年啦，又平又有氛圍感，又有酒飲，28日濕式谷至雪花牛，呢度嘅牛肉係大家讚得最多嘅。切開個橫點咧就係粉粉嫩嫩，好嫩肉香又好夠。咁牛真係得喎，咖喱石鍋蝦虎蝦好大隻佢個蝦，個蝦應該係先用蒜煎啩，好香嘅蒜味。石鍋一加熱啲咖喱味就溶晒落啲蝦度，好香好香，好梅爆炸酸奶，佢俾咗2包跳跳糖你滲上去嘅。七夕就要玩跳跳糖啊嘛。出面有層膜，你用少少咬爆咧，入面係草莓酸奶嚟嘅，口感同感覺都好驚喜。其實呢度最好嘅咧係一到9點啲燈就會暗落嚟，變成一個酒吧，所以大家可以食飯同飲咩直落。呢個前度啊，188插住一大支伏特加，就係提子味同埋薄荷味，冇乜酒味。佢個價錢對於呢個環境同埋出品嚟講，真係性價比超級高。嗱，約會餐咧已經教埋俾你哋啦，剩低你睇你哋自己啦。